你哋咧真係兩包199蚊，你買兩包都係198蚊，你試下啦嚇，唔好用咧，真係咧啲客咧係唔會咧加嘅。你聽日咧睇用咧，聽晚我哋試一下，你就會知道佢敷完即刻變啊！好，你小姨媽不知道在不在？1號迷你 size 啊，好，2號中 size 啊。是不是有一個大的哦？超大。返去記得要敷就得㗎啦 ，OK？ 冇好似我咁樣咧，日日買完之後咧又唔敷啦。唔使客氣，多謝你啊 ，Renny One BB。好，3號玩大家，3號。喂，有沒有人想買？有冇人啊？我攞咗一個咧超癲嘅爺爺嘅合作，爺爺食開嘅呢一個咧療身啊，去，把爺爺吃的療身給我拿過來。爺爺養生啊，對。後邊啲袋講晒未？後邊呢一堆都未講嘅，係啦。你有中意嘅，你可以咧自己點啊。兒媳婦是中國人嘛，他兒子娶的，而且他就吃這個給他帶的，好好味啊！嗱，大家都知道啦，大連嘅療身咧係最出名噶啦，蛋白質又夠高。爺爺咧呢一個咧佢養生嘅呢一個嘢嚟噶，有冇人有興趣啊？全部都係咧呢一個咧即刻咧留起上嚟，即刻咧涼鞋好多啊 ！AB 周，你着咩碼數啊？你着咩碼數？你話俾我聽，我即刻咧去揾你嘅碼數出嚟俾你啊！就咁呢一個咧係咧即時打開即時食，我剛剛吃了一條，肚子很餓，好好吃，好好食啊 ！QQ 彈彈嘅，同埋咧我哋唔需要再發噶啦，佢已經咧係整好晒咧冷藏嘅，跟住咧就可以咧呢一個咧攞出嚟咧解完凍之後即刻食得噶。他們啊，他生完 baby 就要得再補啊。所有人女生都要補啦，不只是他啦。有興趣冇？大家有興趣打個333啊！我哋咧睇下咧爺爺咧，因為我頭先咧試完之後真係覺得好好味啊，同埋咧 QQ 彈彈又係咧呢一個咧超方便，好似我呢啲啦，又唔識煮飯啦，又唔識咩點樣發啊，點樣做啊，就咁直接一日食一條就得噶啦。佢話爺爺話咧佢朝食一條啊。超好啊！直接咧佢咧係大連嘅呢一個咧，直接咧呢一個咧採直接咧呢一個寄翻嚟啊！有冇興趣？有冇興趣啊？有興趣咧，我哋咧同爺爺攞優惠先。好吃啊，真係好食啊！咁樣一版啊，海參啊，療身啊，它叫。大連刺身啊，因為它這款比海參嚟㗎，係喎。是意大利的啊，不是澳大加拿大，比加拿大即食㗎。我頭先啱食咗一條啊，勁正啊 ！QQ 彈彈，膠原蛋白咧又高。唉，咩？需要放零食櫃，擺冰格，食嘅時候攞出嚟咧解雪。就即刻咧食得噶啦 ，OK， 擺冰格啊，拿過來，超正啊！有咩味道？我食個時候咧係咧味道冇乜味道，少少呢一個咧咩啊？少少呢一個咧同埋咧個口感咧係咧 QQ 彈彈嘅，勁正啊！你吃，他拿了過來沒有？我剛剛吃了整條，吃了，真的好吃啊！對，再稍等他去啊，稍等啊，但是不知道價格哦。對呀，問一下價格啊，問一下價格。好正，同埋咧真係咧營養價值超高啊！打開啊！不是啊，大連療身啊。
同埋你知唔知啊？我哋咧冇經過呢一個咧咩？冇經過咧爺爺咧係冇經過咧咩中間人啊乜嘢，佢直接咧就係咧大連嗰度咧大落貨咧翻嚟㗎。他說他去那個人家的工廠自己那個什麼養殖場拿出來的，佢係人哋咧養殖廠咧攞出嚟嘅，因為咧佢公司嗰個咧經理咧係咧即係他公司的那個經理負責人是什麼？養殖場，自己的養殖場，對的對的，即係佢公司嘅負責嘅經理，家族從以前到代代相傳，爺爺輩啊都是在做這個的。佢咧呢一個佢間公司嘅經理，佢咧屋企咧係咧做呢一個咧療心嘅，即係自己咧係成個屋家族都係做呢啲嘅。佢咧呢一個咧係佢哋海盜咧一流出嚟咧，都係自己落海撈啦，跟住咧。自己咧做呢一個包裝啊，一條龍自己出嚟，所以佢冇經過其他，係啦，冇經過其他，佢都係咧廠咧跟住咧再批發出去俾咧啲鋪頭啊嗰啲嘅，所以爺爺咧都係佢哋自己一手咧即係攞咧，所以佢先會食噶。爺爺，你看他70多歲，但係看得很年輕啊。佢70幾歲咧，睇上去咧，什麼都精神啊，樣樣真係好好噶。咁我睇下咧呢一個大連療身嘅呢一個功效啊，講下又冇啦啦講過呢個，真係好好，因為頭先我好肚餓啊，又今朝我哋食完嘢咧就冇食嘢，跟住咧頭先咧就趕住咧直播咧踩落嚟啊，增強免疫力的。好，咁啊呢一個咧係大連嘅即食嘅呢一個咧海參啊。好，咁咧講緊咧呢一個咧，講緊咧呢一個咧，海參嘅肉質啦，同埋咧飽滿嘅，同埋咧海參咧每一個咧啲刺咧